第一場聯合讓賽2025年3月9日，星期日，沙田12點30分。草地 C 賽道1400米重點馬匹平式，5號欣樂人生近績優異，連續3場獲得亞軍，狀態穩定且處於上星期檔位優勢。5號中檔利於居中策騎，適合沙田1400米後上跑法。騎練組合葉楚航訓練金城江策騎，副磅131合理，評分36，在第5班具競爭力。策略弱步速適中，末段衝刺有力爭冠。1號桃花多狀態回升，近2戰1分之2名，評分下調後適應第5班水平。外檔挑戰11檔需克服外檔劣勢，但後上能力強。蔡明紹擅長後發制人配備加持，綁涉及眼罩 BTT 可能有助穩定表現，需留意臨場走位。10號帝豪歡升前期強勢，爭獲1冠2啊！近期狀態稍回落，但評分28，副磅輕。外檔機會，巴道擅長外檔後上，若步速偏快，末段爆發力不容忽視。評分優勢，評分較高馬匹減分後，此區或能重拾競爭力。第2場龍崗讓賽2025年3月9日，星期日，沙田13點正草地 C 賽道1200米詳細分析。3號手標之星近績6分之4 8分之9 11星號，連續2冠，狀態巔峰。檔位9檔外移，但沙田 C 賽道1200米彎道較緩，後上馬影響較少。評分54分，第4班中游，副磅130合理，騎師希威森近期手風順。策略留前鬥後，若步速偏快更利衝刺，首選。12號超越名區近績5分之10 4分之6 4分之5，穩定接近前列，評分40，班內最低，檔位1檔內欄。短途賽節省腳程，黃寶尼減10磅，副磅116，大幅減輕負擔。配備 BXB 眼罩交叉臂箍，集中注意力。冷門之選4號金峰萬里近績僅顯示最近1仗第3名，可能為新馬或復出馬。練馬師黎超星擅長短途馬，騎師布文助陣，出閘反應關鍵。配備 SB 半邊防沙眼罩加號交叉臂箍助適應。檔位10檔外移，若前段搶位成功可爭3甲。第3場龍崗讓賽2025年3月9日，星期日，沙田13點30分草地 C 賽道1200米。重點馬匹分析6號精算激流優勢，蔡約翰訓練。巴道策騎6檔居中利於跟隨，近2戰5分之7，狀態回升，考量評分51合理，負126磅適中，短途爆發力值得期待。11號威力飛彈優勢，近2戰2分之3，狀態明顯提升。中翼禮減3磅，實負113磅，輕磅利衝刺。考量評分41為全場最低，若步速快，後上機會大。2號閃光燈優勢，上仗贏馬升班，班德禮續騎。9檔需外碟切入，但評分58仍有競爭力。風險升班後對手增強，需適應更高強度。第4場南角讓賽2025年3月9日，星期日，沙田14點正草地 C 賽道1600米焦點馬匹分析熱門候選1綠聚風雲，近績8分之10 10分之4 3 1，近2戰狀態回升，上仗輕鬆勝出。評分48分，降2分，副磅僅123磅。利後上檔位8檔中檔有利後上策略騎練組合，班德禮加號丁冠豪近期合作勝率穩定配備。星期日，沙田14點30分全天候跑道1200米重點馬匹分析10號星火燎原，優勢近6戰3亞1冠，表現極穩，檔位1內檔利搶位，騎師布文線短途策騎。
風險，無明顯配備調整，需防慢步速下衝刺受限。定位，首選，條件全面，大熱門之選。2號運來勇士優勢，上漲爆冷勝出。評分加號9顯進步，田泰安駕馭外檔9檔經驗豐富，配備 PXBTT 助集中力。風險，上戰大敗第13，狀態成疑，負磅133磅偏高。定位次選，若回勇可爭冠，7號贏得自然優勢。近兩戰4-3名狀態回升，黃寶尼減10磅，實際負磅115磅，檔位4厘跟跑。風險，評分50屬班內中下，長力需驗證。定位3選，冷門位置機會高。